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初9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外交部交涉部长讲，咱国驻在意大利的代表处同款保持运转，交邦若需要协助，拢会尽量配合做甲到。中央研究院发布讲，已经研究出20分钟内快速检验患者敢有去治着武汉肺炎的试验剂。日本媒体引用日本甲南韩政府的消息报道，讲北韩早起又搁按日本海的方向发射飞弹。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2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讲，今日国内无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同款保持45宗病例。另外咱嘛来听陈时中指挥官针对徛名马喙암 2.0，就是第2代要搁改良的办法，上改新的说明。好，那我们今天还是维持这45个确诊的案例哈，并没有增加。好，那出院的也维持15人。好，那口罩实名制这部分基本上有一个方向，但是还没有确定哈。那我们今天下午做了一些相关的测试之后，好，那可能明天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报告，就是用来开启另外一条用在网络上面来做订购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是已经确定了哈。咱过来讲，昨意大利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增加到7375个，治动症救无起来，大概366个人。但因是超过南韩变作中国以外治病患者上介济一国。因的总理昨嘛签字发布紧急法令，宣布大城市米兰各有4边14个省份交拢封城，连观光上介出名的 Venice 嘛包含在内。Stiamo affrontando un'emergenza nazionale, l'abbiamo fatto sin dall'inizio con misure di massima cautela, la stiamo affrontando con consapevolezza, senza sottovalutarle. 意大利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甲重症死亡人数增加，总理孔蒂特别签署紧急法令，甲金融重点米兰所属的，也就是全国上富裕的伦巴第大区，还有4科维亚4个地区14个省全部封锁。观光重点威尼斯嘛，伫个名单以内，受影响的人数一下拄5万人，增加到1600多万人，超过意大利总人口的1/4。消息打公布，每一个去互封锁社区的居民甲游客，向落伍未清楚新的措施要安怎实施，还有当时开始实施。游客赶紧进入去，敢若有徛位的火车，无喙암就用围巾甲面往起来，做伙分享会当杀菌的洗手剂。Però non capiamo se possiamo spostarci per andare a lavorare e quali sono le motivazioni che si possono portare si possono portare a giustificare uno spostamento all'interno di questa zona rossa. Se uno lavora al di fuori della provincia di Padova, a Vicenza, che in realtà è vicinissima da Volganeo, può andare, non può andare, sono questi i quesiti fondamentali che si pone chiunque。所有公共场所，譬如讲博物馆、电影院、购物中心，甚至是婚礼，拢全部暂停，来阻挡病毒继续传。初5开始，伫罗马典村的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500年大帝嘛临时关起来，互拄足远的所在，或者是拄国外赶来的人，感觉真无彩。Ci hanno anche detto che ci verranno rimborsati i biglietti, ma non ci daranno una nuova prenotazione, quindi probabilmente rimaniamo fregate del tutto, perché pare che sia già prenotatissima questa mostra, quindi niente。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固定伫咧圣伯多禄广场举办的礼拜日弥撒，册被改换做网络直播，透过广场的4个大银幕向信众来报道。方济各伫咧讲话时阵特别慰问，因为病毒传播当地艰苦的民众，嘛坦白讲感觉家己若想去用关伫人仔底。真有名的跑车制造商法拉利、兰博基尼等等的大手所在地摩德纳市，当地一个家家册被发生受刑人示威抗议意外，因为为着防疫新措施取消家属会面，一直到4月初3为止。南基普利亚省的省长阁发表无欢迎北方人道南的言论，因若是伫咧路呢、车顶、飞行机面顶，就爱随翻头或者是落车，唔通甲病毒带来南方。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外交部交涉部长嘛说明讲，咱国驻在意大利的代表处同款保持运转。当然，台湾的侨民需要协助，代表处拢会尽量配合做甲到。吴部长嘛讲，进前外交部有3摆调集驻在台湾的外国官员来说明讲，咱安怎样提防武汉肺炎的工作，通好世界各国正人做参考。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严重，传出意大利因为疫情失去控制，造成米兰、威尼斯等10些省份封城。外交部长吴钊燮初到立法院质询，媒体问讲是不是有铁架判胜？伊强调，若是交保需要，随时会当提供协助。我们的驻意大利代表处都能够提供协助。那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侨胞跟我们提出这些相关的要求。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帮忙。因为台湾的防疫措施受到各国肯定，不少友邦前来请教。吴钊燮讲，外交部把3摆调集驻台人员说明，提供其他国家参考。嘛提供驻台人员催案曾经召集各国的大使代表等等，在外交部做了3轮的这种说明，那他们对我们的说明都非常的感谢。不过，哪位这期咱的驻外人员是不是冇赶快福利，或者是外交部有提供催案？驻外大使馆的那些外交人员，他们是不是有那么幸运？受到驻在国，他们也提供这些防疫物资。可以。那我们现在一个礼拜是寄460片。460就各个有需求的这些馆比如说，因为中国的 WHO 大会讲是中国保护台湾，照台湾的防疫成功。吴钊燮讲，都让台湾人公平。那立委关心中国的国际组织一直打压台湾，美国众议院顶礼拜通过台北法案，但参议院通过了后，川普是不是签名？吴钊燮评估应该无问题，嘛强调美国伫稳固台湾的邦交国有做真侪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出面分析讲，为怎样武汉肺炎伫咧意大利、伊朗甲南韩拢会拖较接近，尤其因阁讲到美国安养院发生挖金烧毁案件，嘛建议政府都要甲这个咧照顾老大人甲慢性病患者的机关提供较侪喙安甲防护衫呢，将防疫的心情加下挂踮病院甲安养机关顶头。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已经造成10几万人确诊。尤其伫意大利境内确诊的人数总共有7000多例，死亡人数超过300人。疫情严重的程度只敢输中国。国内有学者分析，认为一般新型的传染病发生的初期死亡率较悬，中后期大部分拢是轻症患者。不过意大利是颠倒病，有可能是当地疾病分流太检，抑个病院的感染管控无做好，才会造成安尼事。台湾就要依次提高警觉。在后期应该要低下来，为什么它今天会高起来？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了今天在整个意大利的这个医疗措施，事实上让意大利的医疗的这个部分呢产生非常大的负担。另外，美国伫咧最近也传出长照机构发生武汉肺炎群组感染的事件，学者讲，长照机构的大病大部分拢是年岁较有，而且有慢性疾病的士大人，是武汉肺炎的高风险族群。所以建议咱国的卫生单位应该强化长照机构的防疫物资，譬如讲喙安、防护衫，同时也制定长照机构的照顾指引。要在机构当中维持一个1.8到2公尺的安全社交距离。好，这跟我们中央所给予的指示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学者强调，伫咧过去3世经验来看，武汉肺炎未来走向，台湾应该是自围堵加减载并行的策略。防灾重点应该是放伫咧病院加长照机构，才能让咱国第2波疫情控制伫咧有限度的社区传播程度内。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啊，中国有发生坐共台公车的民众互相挖病，连带拖到13个人的情形。尾手，中国医学机关就研究讲，若是迄款无够通风的车厢，病毒踮空气内底上远会当飞到4公尺半，尤其佫有在条冻到30分钟遮久，也佫是有法度害人致病。咱台湾的医师嘛建议讲，坐公共交通工具，喙炎也是着爱挂好掉。伫公车的椅顶喷酒精，有一件确诊病例坐公车了，造成公车有8人感染，另外同时还佫感染5个人，总共感染13个人。我们每车大概4个小时会消毒一次。那我们驾驶回来的话，最主要重点在会用1:99的那个漂白水做车内的清洁，包含了驾驶的扶杆、拉环以及座位，还有我们验票机等等的一些那个乘客常碰触的地方。对此，中国中华预防医学会等机构做研究，调查认为，病毒传播的距离伫咧空调封闭空间的影响下，有可能会超过目前所认为的最难传播的距离，也就是1公尺内。
认为武汉肺炎病毒伫咧封闭的环境有用大传播的可能，而且病毒伫咧封闭车厢内，互人感染发病的有效存活时间至少是30分钟。我们出来的飞沫虽然在1-2公尺之内就会掉落地面，但是因为气流比较强的关系，有可能就是会把那个飞沫传到更远的距离。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接触传染。因为如果是我们的门把或者是那个扶手的地方有被病人的病毒有污染到的话，那么距离无论多远，你如果去摸到那个病毒，都有可能会得到感染。医生认为，这个消息代表在封闭空间内面，最热会四过飞到所谓环境，所以建议民众坐大众运输也是挂嘴烟、接洗手，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昨中央研究院发布讲，已经研究出快速检验患者敢有去治疗武汉肺炎的试验剂。早起中研院廖俊智院长踮立法院嘛有进一步说明。另外国际认定可能会当治疗武汉肺炎的 Remdesivir 这款药专利是美国的，台湾还未当生产。不过中央研究院嘛讲会尽量争取参加美国的临床实验。武汉肺炎的疫情真严重，缩短采样检体的时间，真做是防疫的关键。中央研究院初八宣布，成功甲会使判断新型冠状病毒287的单株抗体群结合做伙，未来就会使真做是体检的试剂。体检的时间会为原本4点钟缩短到20分钟内。不过对核酸检测的试剂有偌准，中央研究院院长廖俊智透早去立法院报告的时，也有进一步的说明。即使是这个流感的快筛，它的准确率也是只有60%，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快筛恐怕也是在60%上下。那它的好处呢，是可以在一般的诊所就能够用。中央研究院院长廖俊智表示，即阵有兴趣想要来量产试剂的厂商未少，经济部即阵也搁伫咧会谈，不过也搁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准讲顺利量产，未来伫咧诊所就会使有快速体检的服务。但伫咧采样也搁运送高风险检体的过程，是不是有感染的风险？外界也真关心。在基层诊所的时候，可能就要先区分所谓的高风险病患跟低风险病患，再做这个快筛。这点人家还不知道说在什么状况之下会病毒会产生这样的抗原，我们能够诊测到是在早期或是中期或是末期或是都有。那取怎么样的检体的量等等的，这些都还是未知。即阵在美国有一种实验性会使抵抗病毒的药物，号做瑞德西韦，去互外界看做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新药不过这药的专利是美国的，台湾无法度生产。中央研究院表示，即阵台湾的确诊案例少，所以未来会和卫生福利部做合作，去和美国讨论是不是会使参与因的临床实验，希望会使量早研究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记者阿敏珍、王德新台北报道。今日早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宣布讲会掠5亿的预算，等待病症咧探较平静的时，去遐近来较少人来台湾行脚到的国家广告宣传，带动旅游业的起草。嘛有立委咧问起交通部的观光局，也佫有按5亿要补助领队甲导游，趁这站小月赶紧进修。这条经费若像也无够用，林佳龙部长嘛讲有必要者会佫再增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同机场入境旅客量伫这个月初爆破2万人次，比去年同一期减少10几万人。观光局伫几工前宣布补助观光从业人员进修，要开经费5亿。不过，伫过这期，咱国的领队、导游、国家旅馆的从业人员差不多17万人。但是以每一个人每个月补助上限18900来算，至少要32亿以上的经费。每个小时补助158元。那17万人总共就需要32亿以上的一个预算，那我们现在编5亿，那其实是明显不足嘛。那预算的规模也仅达到15%的需求这个疫情的发展比原来预期的严厉，所以事实上我们先前准备的这个纾困跟振兴的方案，可能会力道不足。观光局讲，编预算的时阵是预设有一半从业人员上班，另外一半伫咧进修。若是预算无够，会搁再做讨论。而针对着国际旅客伫顶半年跋真多，
交通部长林佳龙讲，预计后半年了疫情会当较缓和，到时会针对旅客衰退5大市场，并5亿个预算来加强国际行销。行销方面除了我们年度的预算，也针对5大市场有规划，编列了5亿元。那每一个市场有增加1亿元的国际行销。东南亚绝对是一个重点。林佳龙讲，交通部就要先做好复苏期间的宣传加行销准备，东南亚也是行销的重点。宣传台湾的防疫将是第一波交通部行销的重点，希望旅客到台湾会当安心来耍。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讲完，咱来看经济部。新民顶部长早起面对立法委员的质询，伊嘛强调讲，新增加60条翠岩的生产线，厂商已经拼伫咧顶礼拜完成交货。即阵大细间翠岩工厂拢开始伫咧试机台，按算一礼拜内全国一工就会当生产到920万地。若是顺利，才拼到一日1000万地都有可能。60条生产线来说的话，现在都在调机的阶段，能够产能最大化。60条产线全部拢伫咧跑。经济部长新明顶讲，伫这礼拜有机会量拼一工生产1000万的翠岩。日平均量大概这个礼拜可以达到920万片如果单日有机会来破1000万片。行政院伫这礼拜也会推出翠岩生命税2.0版。计划要减少每工的翠岩销售量，5成以下药局的配额，以后加出来部分是改用网络来买。相关的方式也搁伫咧研究。另外，针对国际原料油大起，台湾的库存量只敢剩6个月，以后可能会有长效的危机。不要以为我们有半年这个备料。就足以应付这个整个疫情的过程。现在会从其他的国家，就是排除从中国跟印度的来源，会找其他的一些原料药来供应。另外，定型抵用款使用条件甲方法，新民长讲，各部会伫咧拜二开会协调。同时讲，到时阵方法可能是电子化甲实体款拢会当用。你莫阁像咱古早讲摕一张券来，咱就阁派一组人伫遐咧对销对发票。我会采取这个所谓的电子抵用券 APP， 甲一个实体的。经济部长新明顶讲。未来定型抵用款推出了，也要建造一个敢若是翠岩地图的 APP 消费地图，让民众使用手机按图来测，提高方便性。另外，伫咧3月中办电价汇率审议会，新民顶讲，伫最近油价跋真多，电价调整的压力较小，不过电价是毋是要起，依然尊重审议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早起嘛去视察翠岩工厂。佮感谢顶下游所有牵连到的企业，拢加入来消停翠岩的国家队。咱才会有才调大家一日生产1000万块翠岩的成果。总统府本身嘛愈来愈加强防疫，像讲访问的时已经无咧采麦区的鸡通减少接触。佮有总统甲副总统的行程，暂时嘛拢分开，无佮同齐行咯。总统蔡英文采购到桃园视察翠岩工厂，感谢企业配合加入翠岩国家队团结防疫。所有成绩拢是有先规划提早启动，第一波60条翠岩生产线已经完工，也有第二波30条，3月底也会陆续交机。今麦也正式宣布 MIT 翠岩已经会当一工突破1000万片。我们虽然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是我们国家的实力在这一次的防疫的行动当中完全展现出来，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了解台湾就是全球防疫网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蔡总统肯定台湾中小企业世界级的实力。即马桃园这间翠岩工厂已经24点钟运作，国家有国军支援补充电力。即马就惊武汉企业疫情继续摊烧，总统府也加强防疫。记者采访总统时，不再使用麦克的鸡距离也久远。另外，总统、副总统行程也拢加开。不论是官邸或者是我们的总统府现在的这个防疫管理做的更周全也希望就是说在整个防疫的阶段我们能够确保大家的健康跟安全。副总统跟我的行程我们是有错开的那也是希望能够让整个政府的运行不会因为某些疫情的发生而造成在运作上的不便。
至于国民党选出的新主席，蔡总统也对此表示恭喜，希望甲江启新主席同齐良性竞争，在防疫期间共同处理疫情。蔡总统也表示，即马台湾防疫做得好，已经让全球注意到台湾的实力，希望大家同齐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内政部市高用部长本地有讲，全国同一时间派警员出去查车、查奥多摆验酒精分的工课，有要暂时冻点。啊，毋过6都的政府是拢讲，掠食酒赛车的勤务拢会照办，袂拍折。啊，早起市部长嘛表明讲，警员出去甲赛车的民众测酒精分，本地固定几摆拢袂检。啊，毋过警方的调度骹手严，伊确实嘛真毋甘。武汉肺炎继续伫全台湾炭烧，环岛酒测会出现防疫的空芳。内政部长徐国勇进前弹出暂停全国性的酒测，各界出现无共款的声音，6都拢纷纷化话，强调酒测袂有假期，此地袂当拍折。徐国勇提到强调，中央甲地方对酒后赛车零容忍的态度无改变，嘛无减少酒测。大家关心的这一个次数，那我想警政署也再次的提到。并没有减少，让酒驾零容忍，然后我们防疫零空隙能够做到，这才是重点。徐国勇强调，警察一定用上严格的标准来落实酒驾防治。改务实施全国性的酒测，毋是重点，重点是做到酒后赛车零容忍，防疫无空芳。因为警察对非洲地这爆发了后，就一直在斗相共防疫，一路无用到选举结束，即马搁在无用武汉肺炎的勤务是有加拢无减。徐国勇表达是真不甘。一个居家检疫的趴照。他到处跑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个案子是从基隆跑到高雄，我们基隆的警察是沿路一直追，然后呢追到桃园就要拜托桃园的帮忙，到台中的帮忙，这样一直追到高雄。针对居家检疫的人士加拍照浪费警力，徐国勇呼吁应该避免。啊，若是后个月就是清明连假，到时阵陪忙的人会真济，恐惊会造成群聚感染的风险。内政部是鼓励民众山顶陪忙制作，还是分流陪忙，提早甚至延后到5月份再来陪忙。记者综合报道。啊，顶礼拜六，中国国民党新选出来的主席江启臣，早起伫咧中党部宣誓就职。伊嘛讲未来党外任内的大声推动党外人的意见互相沟通，按党内改革大声做起，才通去甲台湾甲中国两边的见解尽量切合化。啊，前任的马英九总统虽然有赞成，不过嘛有伊的建议甲坚持的所在。甲当选证书接落来，国民党新任主席江启臣宣誓就职。针对国民党头一届主席选举结束了后，无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祝福，江启臣表示，要先对党内改革开始做，再来去讲由外两岸的共识。前总统马英九赞成先以改革为主，嘛提出两岸关系建议。推动两岸关系必须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跟一中各表的9·2共识。第三，反对一国两制与台湾独立。国民党史上上少年的党主席江启臣打就任，大相比对党内世代争吵无共款的声音。啊，毋过伫咧防疫期间，南亚立委说冻结600亿防疫预算的8成，变做江启臣爱面对党内沟通协调的第一个问题。条例的细部内容，还有经费的把关等等，我想党团会做最好的一个处理啊。尤其在野党的党团，我们要尽到把关的责任，我们不允许有任何1毛钱用在不该花的地方上。江启臣目前爱面对的挑战，包括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韩案，还有处理无党籍立委鲍坤基恢复党籍案的2大功课。伊除了强调鲍坤基恢复党籍需要顾虑到定数的正当性，嘛要向韩国瑜发声，看有啥物款的所在需要党中央的协助，希望斗3天韩国瑜量早渡过罢韩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是啦，今日早起推动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团体，嘛甲第2阶段招募民众去签名参加，拢总40万份的联署书送去到高雄市的选举委员会审查。啊，高雄市政府新闻局这边是表示讲，对罢免韩国瑜的工作，因拢尊重。韩市长目前是专心市政，尽量要甲抵挡武汉肺炎的工作办好。罢韩团体几百个人，会在对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出发，含载着400多箱联署书的小货车，游行到附近的市选委会。爱
按照选举罢免法规定，去年高雄市长选举人数228万外人。第二阶段连署数的人数要达到10%以上，罢免团体预估要超过23万才有可能过关，所以正式送出40万份的连署书。40天之内，我们完成了超过55万份的联署书的联署，并且我们会送交其中的40万份，这样的进度远远的超乎预期。大专院校期末考的之前，所以同学们赶快开始念书，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书先念一念，到时候呢就不会因为要期末考而丧失这回乡返乡投票的这个机会。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会知影无公开行程，市府强调现阶段市长专心市政，做好防疫的工作，嘛提醒主办单位做好群众的防疫措施。目前为止，高雄市政府专心防疫，所以虽然主办单位今天送件，可能是超过100人以上的户外活动。即使是针对高雄市政府，我们也呼吁主办单位要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关心群众的健康。希望说我们的党中央可以来协助我们高雄，因为2018年是一人就全党，那2020年希望我们全党一起来守护高雄，来协助高雄。江启尊在市选委会外面，有几个名民众也标语表达支持韩国瑜，警方围起人墙，甲双方面隔开，无发生冲突。按照法定的定数来算，罢免投票时间会伫6月中旬，也就是可能伫6月13来进行。记者李小阳、柯建俊、陈宪坤高雄报道。顶日台北市郭文体市长接受媒体专访，学了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指挥官做了真好，不过伊嘛讲，若换伊指挥，应当嘛是袂偌歹。这句话引起社会议论。今日早起，郭文体市长受访问的时阵，佫讲：恁若干那掠我一句话来放大解说，真正是无用无功。伊佫强调，防疫的期间，主要的敌人是武汉肺炎，唔通讲7分伫咧防疫，3分伫咧掠我瓜某人。台北市教育局甲6个县市合作线上教学资源，共同推广台北酷课云。但是除了教育，台北市长郭文体敢是嘛想要做台湾防疫带头的迄个？因为进前接受专访，伊除了学了指挥官陈时中做了好，嘛讲若是由伊来指挥，嘛袂伤歹。整段访问你去听哦，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你要拿其中一句话出来切，然后再放大，我只能说。辛苦了，我态度是这样的。其实，在现阶段，新冠肺炎还是主要敌人来这样，所以我不希望说那种7分防疫3分打磕，你知道没有必要的。最近因为防疫问题，郭文体发言不时引发争议，各方认为泄露秘密。但是郭文体煞讲到陈时中，认为伊嘛捌无细意差一点仔讲出病院的名，为家己来辩护，毋是刁工讲出来。毋过伊嘛强调防疫进程一切以中央为主。另外，高雄市长罢免行动继续咧进行，有风声讲民众党已经开始准备市长补选，负责组织战的立委蔡壁如嘛坦白讲，民众党会参加。既然组了党，那就自然就对每场战役都不缺战。但是就是说，参与战役的方式是什么？是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补选要做动作？这个我倒觉得不一定啊。我刚才讲过的哈，在疫情还没相当控制之前，你看太多的政治动作，其实我不太赞成的，老实讲。敢是认为伫疫情也未稳定进前，罢韩的时程应该爱延后。郭文体表示，相信民进党中央会做家理智的判断。佮讲看到韩国甲意大利的状况，也是感觉爱细意。另外，台北市府会伫这个礼拜市办伫处理办公。郭文体指出，当地讨论具体实行的方案，若是系统建立起来，后面更加简单。上重要是爱开始试办。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咱话来讲，12年前，空军的中士蔡学良伫咧互官兵练射击的台东太平靶场丢枪过身。伊的老母是真不服，买手高等法院有判决讲，蔡学良是因为步枪走火意外来过往。去年蔡英文总统佮指示国防部鉴定，顶月这初十鉴定的结果竟然发觉，蔡学良的伤痕根本都毋是步枪的枪支来造成。但因老母早起嘛上证要求高等法院重新搁再审查，都要查明真相。这是一条很漫长的路。想到过去10多年，当期替后生画冤枉，蔡妈妈不后甜。空军中士蔡学良，2008年伫台东的太平射击场吊枪死亡。经过义务律师甲民间司改会协助，高等法院2015年判决，认定蔡学良是去T6K2步枪，近距离拍到意外死亡。
这个案件在2019年7月份，经过蔡英文总统指示，广播委托台大法医学院李准叶教授进行实弹鉴定。鉴定团队2月7日公布结果，加上指出报告显示，蔡良就请百度是步枪造成的。这已经推翻了不是65K度步枪的伤，那到底是什么枪？你国家，你国防部，你应该公开开记者会出来道歉，应该出来说明白。 到底谁是凶手？到底是用了什么枪把他杀死的？鉴定报告显示，蔡良面所受到轻伤，射到嘴甲双手，拢无步枪射到造成的外形却火烧到痕。认为蔡良所受到轻伤，百度是 T65K2 步枪甲枪支所造成的。伊无论说这支若毋是步枪造成的，为怎样迄当时伫现场，包括现场在内15个人，全拢可能看到吊枪过程，才讲是叫步枪拍到的。 手枪的持有人说是死于步枪，说是死于步枪，然后呢，所有在场的人都说是死于步枪，这里面有多少人呐、湮灭了证据，有多少人做了多少的伪证？ 官邸民事再审30天期满前1天，蔡妈妈由律师陪同向高等法院递交民事申请再审状，请求民事法院进一步调查事实，嘛对案发地有管辖权的台东地检署请求重启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年尾，咱有报讲台中市政府掠污染空气的理由，甲台中火力发电厂2只兄青团团的机台操作的许可证废止掉。 顶个月行政院环保署嘛撤销台中市这条处分，虽然市政府批评这就是侵害地方自治的权限，不过早起环保署张子敬署长说明讲，这若无赶紧撤销袂用得，若无日后国家真是着爱赔偿台电的损失，就会愈废去。 台中市环保局撤销台中火力发电厂23号机操作许可证，诉愿定数搁在进行当中，但环保署2月底先一步撤销这个行政处分。中市府不满批评环保署直接跳来做拍手，严重侵害地方自治权限。会知环保署长张子敬受访时阵强调，中市府确实有违法，这案件有伊的紧急性。 你后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再救急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才觉得说这次可能我们不能再这样子做，因为那后面牵涉到国赔啦等等，对基层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署长张子敬强调，为台化案来看，当年中华县政府要求台化停工，这个行政处分后来互撤销，衍生后续台化向地方请求11.4亿的国赔经济，无希望中火嘛犯这个错误。环保署会再来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未接立委关心用过喙暗免怎处理。国民党立委张玉碧建议，应该设置喙暗的专用粪扫桶。 一定要设置一个专制的口罩垃圾桶。据我所知道，有些国家已经在社区有设置，只能丢口罩，避免2次污染。OK， 是好，这个我们来努力，谢谢委员。目前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民众所产生的粪扫，是由环保署委托甲级废弃物清除公司来处理，立委质疑效果。环保署表示，部分民众无愿意互知影，家己在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 确实较歹实施这粪扫，交由专业单位逐工来处理。记者林正明、陈昌伟台北报道。同款来看台中的消息，买喙炎都要徛名，近来药局的工课担头确实是加真重。台中市这昨就一个民众去到药局买喙炎的时，也要经形体，佫也无早烂散的，买手和店内头家娘发生口角，竟然起骹动手弄到药局的货架，互药师是感觉真无奈，佫真感慨。 怎样？叫警察来啊！这个男子真出来咧，占了药局内底的架仔，顶悬的商品全部拢落个涂骹，也佮向头家娘来呛声。这件冲突发生伫咧3月8号礼拜日暗时啊。男主角台中市南屯路这间药局，为是名一个囡仔喙炎，刷经来经去。一开始就要挑卡通图案，然后就是手上翻来翻去，我们就拿给他看，拿给他看，拿给他看，然后他又要挑颜色啊之类有的没的，一直要挑来挑去这样子。 药局药师表示，这名男子唔若想要拣有卡通刀型的囡仔喙炎，而且嘛无准备人格啊，因为态度无好，甲头家娘冤起来，想要竟然因为不满店家的态度来破坏，拄伫安尼民众药局嘛真无奈。其实大部分都蛮好的啦，大部分都很客气，只是偶尔遇到几个这种就会让你觉得很无力感很重这样子。
对，然后电话会接不完，问酒精、问口罩，其实真的会很多啦。药局一透早就有民众来买喙烟，听到有人买喙烟，也个恶意破坏药局，嘛拢相当的无认同。因无迄个义务替咱服务者的，啊免钱的，啊搁客人安尼家欺负，所以我感觉足无辜的啊。当然无合理啊！啊，源头都最熟练哪有法度？民众认为药局甲药师拢是无偿协助政府来卖喙烟，大家应该加体谅。但是拄着安尼来乱，也个恶意破坏的人，嘛是认为药局应该报警处理，袂使放伊刷。记者台中综合报道。烦恼的阁毋乃药局这边，因为武汉肺炎病情咧传，影响甲生产消毒酒精的原料价上嘛有波动。你像讲糖，世界各国拢咧欠，国际的糖价这2月日已经起有1成，连带咱国内农产品加工的果子干、果子酱这个产业，本钱嘛开始咧增加。50公斤的砂糖一包按1100已经起到1200，拍算3月会阁加起100，这业者嘛讲，这嘛真烦恼。台东县发展农产加工的商品，生产果子干、果子酱，还有水果酒。其中主要的成分之一是白糖，有农民一担爱用15吨的白糖来加工。今年所发现白糖起价，一包50公斤的白糖，1月到2月为1100起价1200，而且3月阁要起100。农民怀疑是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阁要用糖来做消毒酒精有关系。那你现在全世界性的都需要这些糖去转化成酒精的话，相对的糖量就减少了。本来糖是不会缺的。台糖公司表示，国际糖价和去年比起来是有小可起，不过和做消毒酒精是无啥关系。伫价销方面，一般少量使用的消费者是未受到影响。甘蔗因为有糖蜜可以做酒精，那这个确实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联动。给消费者1公斤的小包糖，我们的零售价都没有变过。过去2冬，国内平均单年需要50万吨的糖，不过台糖公司表示，国内主产的白糖一冬超有5万吨，大部分是要靠进口的。不过向国外进口的糖拢是定期合约，商业用的糖的价数是袂起伤大。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云林县好买糖厂总厂内底，用庄仔矿的酒精槽，这是日本时代东亚地区上界大组生产酒精的设施。2016年，云林县政府嘛将这笪所在列作县定的古迹。不过因为拍行伤久，目前是无法度开放人入去参观。县府和台糖公司，搁有好买镇公所嘛计划要开始整理四边的环境，别日啊通好民众入去看好详细。10公尺高的红色外墙，这是1925年好买糖厂用砖仔起造的酒精槽。过去是东亚地区上大的酒精工厂设施。不过，二战时期被美军用炸弹毁掉了后，捌伫1958年整修。因为全国敢若5间，加上有历史文化甲艺术的价值，分管府2016年甲订立做县定古迹。现在我们希望结合台糖这边还有就是虎尾镇公所，以及已经在做规划这个五和局的一个就是整体这个区域，然后呢把它发展成一个虎尾市中心，一个休闲然后娱乐的场域。文管处表示，好买糖厂是目前全台湾2间还阁咧生产的糖厂。不过，因为酒精槽拍远真侪年，有安全的疑虑，目前是无开放予一般的民众参观。希望透过分管府、台糖甲好买公所，先改善4块围仔的环境，未来会以季度开发的方式开放予民众参观。我们公所预定用500万的经费，先下去整理这个周边这些环境，让这个步道呈现出来，及一些那个空地，我们要用那个铺草皮的方式让这里先有一个大概的观光的环境。我们希望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之下，我们来开放这个酒精厂，因为这个酒精厂是目前是限定古迹，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人也能来参观这个地方。文管处表示，目前台糖规划甲酒精槽甲4个拍远的仓库，阁有要5公顷的好买糖厂林地，正做观光规划运用，5万结合附近的东心公园等等的景点，互民众来好买嘛会当了解糖业文化资产，嘛会当带动观光的人潮甲商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看完，咱来看彰化。彰化县福兴乡的福宝川，因为饲龙仔牛的历史久，数量阁相当济。福宝川的黄耀辉村长，搭着用龙仔牛当作主题，甲庄头一片演过有饲真济久的公园，设计做手机拍卡的地点，阁去得到彰化县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特优奖，甲已经较少人行骹到的旧公园改变做欢喜拍卡的新所在。
乌惨白的茎，一看到就互人想到灵牛，这就是专门出产牛奶的彰化县复兴乡福宝村。是讲这么大的英文字，哪会写到 I love FB？ 设计者福宝村村长黄耀辉亲身说明这几字所代表的意义。这不是 FB 用打卡，伊的 FB 是代表咱福宝的英文那个翻译是福宝，啊做一个打卡店啊，这个公仔包装礼盒啊来做我爱福宝的意思。福宝村过去伫咧台湾也是真出名灵牛的彩绘村，伫咧庄头四界拢会使看到彩绘的图样。即阵社区彩绘已经退时行，村长黄耀辉随发挥创意，甲庄仔内旧公园的门口打造会使互人翕相的景点。现场还会使看到用草啊设计的龟，因为遮永存有水池，内底饲真侪龟，也是真侪人欣赏龟的好所在。这个环境吼本来是一个杂草丛生因为咱的村长真认真，佮结合着咱社会的志工，共同把这个环境甲整理甲真好势。用花草甲装置艺术改变社区资本棚园的空间，展现在地特色，也增加观光景点。村长的创意也互福宝村摕到彰化县社区规划师主题辅导计划特优奖的肯定，互更较侪人来遮行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义，解说解说。原来讲这个龟，竟然讲中华复兴者也有龟的功能，是讲吼，即句龟伫台湾话内底，原来有真侪名词，真侪话句，拢值得咱互相来研究一下。尤其若讲到龟，定着会顺续讲到比，国情着捡几句甲所有观众朋友咱来参考。第一句，咱来讲点空句，即句话即马较少人咧讲。毋过日本即马有一句流行话，讲叫做“我打句”，就是讲吼，迄点伫咧厝内，拢无要出外的人啦。是在古早日本时代，台湾人咧翕相讲，你迄拢无要出去，就讲即句点空句啦。干那点伫咧厝内吼，专门讲拍电动啦，还是看电视啦。当然，原来有人是看册啦，总是伊都无爱出外，食三顿咧。三顿即马都方便甲，原来当外口叫入来哩。即款呢，古早的台湾话就讲，只有做点空句。过来讲到句吼，原来有两句俗语话甲句卡有关联。头一句讲你吼，若以华语来讲，讲露出马脚，迄做戏的人讲的，露出马骹吼。毋过若台湾话正讲，伊袂咧讲马骹啦，伊讲当你句卡扫出来。明明你着要共瞒骗，结果吼瞒人的耳目瞒袂过。骗人袂过，讲你句卡扫出来，共款句卡，阁有另外一句，即句吼，就是原来华语咧讲羊毛出伫咧羊的身躯顶。那台湾话正讲正办，咱就爱讲句卡句内肉。人吼点头伫咧拍节，你贪俗你想讲我咧加买挂，有当场边一半的吼较热心，就甲你劝，讲吼。那正经装然讲有拍节，咱来买毋着好。毋过我看伊迄数字特点咧吼，敢若句卡句内肉啦。意思讲吼，拍节的有限，主要要鼓舞你、带动你吼，赶紧去加买挂，这原来有啦。生理在人做的咧，真正犹太嘛有，来用数字伫咧变化，互你安尼想要贪心小甲买一个，即款的嘛是有，毋是无。毋则讲句卡句内肉，过来讲到句一定会讲到比。头一句吼，国情来讲掠龟走变，即句就是讲你顾即边，无去顾另外迄边啦。你顾着讲龟的代志啦，吼掠着龟啦，结果吼边仔另外迄头比煞互走去，双头到尾好甲无一拗倒的哦。另外共款龟甲比，当然啦吼，原来有人咧翕相讲吼，你迄个人吼句句水水，原来一句话讲句句比比，咱遮是无写出来啦。搁另外就是咧讲有迄款人。敢若享烧钱，厝人服侍正王啦，即款来讲死龟会正甲变活比，有无？确实嘛是有。若当着即个情形，咱就好好甲人讲，毋通甲人正甲颔棍筋大条呢。因为你好，我嘛好，安尼才是真正好。讲到你好，我嘛好，毋是敢若中华者有得奖呢。咱来看交通部公路总局进前和屏东县地方合作。甲台24线雾台公路整顿修理甲平坦坦，佮结合台自然生态甲原住民愈改造的文化，这座新车路嘛得到台湾景观大赏的表扬。近来佮变作屏东县一搭相当热门旅游的地点，咱嘛同齐来看卖。
第24线舞台公路保存落开走元素的风貌，甲人文特色，沿路会当看到断崖石壁，阁有樱花王，还有客温泉、桥墩半天悬的舞台国川大桥，这是真出名的景点，大家拢写袂少游客行脚到眼界一个。两旁太漂亮了，两边的树木，哇，非常美丽，空气又好，路做得非常平坦，值得一游。20几年前就来过，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对，这条路非常漂亮，非常平坦。2009年无落去风台升等第24线舞台公路总共开几多档的时间，甲原住民合作，整合各领域，尽拼力修复舞台公路。那中间全国上界悬的舞台国川大桥，佮起造四季分明、五花杂色的生活大道。请工艺师利用生态工法加入老开族的人文历史，真受好势的舞台公路得到台湾景观大赏的肯定。台24线，目前从前年、去年各项评比，它目前是一个最安全、唯一没有坑洞的这个省道。另外，沿路的栽植的花木非常的漂亮，所以在各项评比上，从前年到去年都是全国第一名。利用生态工法整修好势第24线舞台公路，唔但更加安全，佮顾全自然环境，遮物种丰富，生态百样，佮有老开族的风华，无怪遮成做屏东上界热门的旅游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讲，2006年开始出版的《四方报》，这是台湾头一间专门咧替外国劳工甲寄出入来新住民发声的媒体。内容有用东南亚语言甲华语做伙刊，嘛是新住民吸收新闻消息的一项挖课。《四方报》的经营权目前是交来黄君仁先生的手底咧换，伊嘛讲会继续保持《四方报》的精神，替遮来到他乡外里的人尽量出声。四方报创办10多年的时间，内部经过侪届调整，现在是由 Now News 今日新闻接下，继续关心新住民的议题。曾经18年的时阵，迄阵细新的这个传播学院的院长，彭华恩彭教授来找我，彭教授甲我讲，伊即马细新敢若无想要支持，可能有种种的原因。是不是讲希望阮会当做一寡支持？我嘛讲，这是一个好代志。因为认同四方报的理念，黄君仁嘛用行动支持。知影四方报因为资金问题，面对着停刊的压力，黄君仁无第二句话将四方报打来，就是希望这21年来大家所做的努力加成果会当继续延续落去。我们每天的新闻随时都在 update， 可是呢，外国朋友们住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可能没有办法随时的跟进这些最新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但把需要注意的事项整理成表格，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外国朋友，例如说越南的朋友、印尼的朋友录制成越南语跟印尼语。除了文字报道嘛，加入影音的内容，好伫台湾的新住民朋友，拢会当伫第一时间得到资讯。四方报嘛，望每一个国家的朋友拢有照顾到，安尼嘛，才算是真正的台湾。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咱搁等下看婚林，高客正的咖啡豆啊，名声已经南北二路拢真透。创办出咖啡产品的新牌子的业者池怡红，即马嘛特别甲清华大学来合作，研究出智能的系统，运用 AI 人工智慧落去种咖啡豆啊，通好加强管理品质，搁结合高客地方的特色，就是望讲坐戏坐人看，市场愈看会愈快。咖啡是婚林顾客主要的经济产业，不过种咖啡不是轻苦的代志，若需要大量的人力，天气若无稳定，佫会大影响咖啡的品质。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咖啡业者甲清华大学合作，研发智能系统来种咖啡豆，就是望要减轻农民种植的大头。我们田间管理会出现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提早，就是可以做一些防范措施，而不用一定要跑到咖啡园来才可以知道我们咖啡园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减少很多人力的投入。
使用智能系统种咖啡豆，唔乃使管理产园的状况，掌握咖啡的品质，搁通利用人工智慧创造出无共口味的咖啡，互人客食青。业者仰望农业结合科技，会当使搁较侪少年辈回乡打拼，发展甲咖啡相关的产业，转变高客的咖啡市场。利用我们一个智慧化农业的方式呢，我们用数据的方式，以及用各种不同的处理发酵方式来去让它就是让它有不同的风味。除了这个智能种植之外呢，我们还准备在我们的这个场域呢，建置一个所谓的咖啡学院，让我们回来的年轻人可以学习到更多咖啡相关的一些知识。愈在地的愈国际，咖啡业者唔但要甲农业结合科技，佮要加入地方的特色，就是望要转型传统的产业，改变民众对婚林固定的印象，带婚林行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咱嘛关心国际的消息。日本的媒体引用因国内甲南韩政府的消息报道讲，今日早起6点外，北韩又搁按日本海的方向发射3个，拍出来量比又搁是飞弹。因为目标是射点日本的经济海面范围以外，嘛无飞机也是船只受到损害。这当阵美国、日本甲南韩拢是继续斟酌监控观察，无加表示啥看法。根据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的讲法，日本除了密切关注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北韩传染的情形，嘛主张北韩这道发射的低度弹道飞弹，3粒飞弹飞行的距离是100到200公里之間。韓国軍の合同参謀本部は、北朝鮮が今日午前、東部のハムギョン南道ソンノク付近から日本海に向けて飛翔体3発を発射したと発表しました。北朝鮮は1週間前に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とみられる飛翔体を発射したばかりで、今年に入ってから北朝鮮による発射はこれが2回目です。北韩对2019年以来进行真济遍的飞弹试射甲演练，用低度的飞弹也是火箭弹为主，射程对100到300公里不等。外电综合各方的专家分析，北韩官方公布的相片对外形判断，北韩发射的弹道飞弹，较像俄罗斯伫2006年推出的一款新型的低度飞弹 SS-26，射程伫50到500公里之间，会当讲是突破现有所有的防御系统。另外，还有相片顶悬这种口径300毫米的大型飞箭弹，北韩编号是 KN-09，互外界认为是仿造前苏联的 BN-30，也是中国的卫士1型，射程伫90公里左右。另外，还有一种仿叫做金车3型的巡航飞弹，仿造俄罗斯的 KH-35，射程伫100外到250公里。所以，这道北韩试射到底是倒一寡武器，还阁等更较侪消息来源来证实。记者综合报道。昨3月初8是第109届国际妇女节。虽然武汉肺炎病毒将近要拖到全地球，真侪国家、权利还阁受委屈的女性，嘛有愿行上街头，争取男女平等。因知影讲家己的权利都要家己拼，毋过有一寡所在嘛发生抗争，场面或较真激烈。真正挡袂牢啊！墨西哥的家庭主妇、学生的妈妈，伫妇女节行上街路，发射长期面对暴力犯罪甲家庭暴力困境，激进的示威者公害街路的广告看板，破坏路障，警方动用催泪瓦斯赶离，街路一度陷入火爆的对立。南美洲国家智利出现类似的诉求甲冲突的场面。宗教立场保守的阿根廷，上千就万的妇女上街，要求国会通过对胎合法化法案。巴西妇女是伫圣保罗行上街路，反对外号热带川普、歧视女性记录的总统波索纳罗。巴基斯坦南部大城克拉茨，几千名的妇女上街路，大声喊家己的自由，家己争取。阿富汗女性是迎接美国甲塔利班签落协议了后的第一个妇女节，希望国家未来和平。طالبان ندان خواهش کوو چې ښځو ته باید خپل هغه حق او حقوق چې اسلام دین ورکړی دی او دلته په دې ټول伫新型冠状病毒有警报的欧洲，妇女游园上街路大声喊反对家庭暴力甲性暴力。西班牙马德里的示威场面是人直统统，政府无特别对游行集会发布任何的限制，也毋过建议有类流感症头的人是唔通出门。脱欧了的英国伦敦示威者是抓到姊妹啊，毋是身份人的紫色标语牌，呼吁追求两性平等、妇女权利、气候正义甲人民权益。
many women that we are supporting, they are experiencing what we call destitution, where they don't have any support. So what we are saying is that no women should be left without support. 国际妇女节起源自女工运动，法国巴黎的女权运动者打扮成女性拿领代表，二战铆钉女工罗斯的模样，歌舞凸显女力。另外一边是有反对同志权益的示威者，反对一项允准同志伴侣进行人工生殖的法案。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明仔天气又搁要翻冷，下半部各县市温度的转变，咱就赶紧来看大声。北部22度到29度，中部27度到31度，南部26度到31度，东部24度到29度，金马平湖17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